今仔日就是5日節，淡水大拜拜，今仔日也起過啊！這個傳承瓦壩檔的清水祖師繞境是逐當地方的大代誌，嘛是新北市的無形文化資產。頭拄只下晡3點是已經起行，這繞境的重點，其中一個活動的重點，就是下暗的暗訪，還有明仔載的日巡。時到這人的真濟，淡水的市區的交通管制。淡水舊街仔沿路開始鬧熱，現場已經有真濟民眾提早到位，要來看淡水清水岩清水祖師爺繞境活動，也就是一般咱咧講的淡水大拜拜。因為明仔載就是伊個祖師公祖的生日啦吼，都我們就因為人會較濟啦，所以我們今日提早來拜拜安尼。按心德，有按中華，然後按家己。比方講淡水大拜拜繞境活動已經傳承要100年。是淡水地方逐年的大代誌，也是新北市的無形文化資產。繞境活動逐年佇舊年5月初5日節舉辦暗訪、設立辦日巡，透過新民出巡，保庇地方的平安。今年19、20連續辦2天。安那廟裡的人是坐甲吵，工作人員嘛開始咧無用準備。阮即擺要出去的就是老三組咧準備嘛吼，老三組頭1點半就要出去安曙峰，嘿，然後3點阮的老祖。應該是講二祖、鳳來祖、大祖，同重要的鳳來老祖要開始出巡。清水祖師繞境佇下晡3點起行，上特別的是暗暝舉辦的暗訪。清水祖師會穿了陣頭繞境，消災解厄，拍算會吸引儕信眾來參與。另外配合繞境的活動，淡水市區19到20部分路段會實施交通管制，禁止唔是淡水市區住戶車輛入來，公車路線嘛會改道，要來參加的民眾都要特別注意。記者郭金榮、王志剛淡水報道。